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上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“得”倒一得第四条。读得，这是背音，得的意思就是摕到，咱讲得到，有可能也是无可能，咱讲会得过，未得过。另外，放入字尾的强调，咱讲难得、罕得。文音读做得，同款嘛有摕到、赚到的意思，像咱讲所得、所得税，也佫有得失。另外嘛有会使的意思，像咱伫咧戏剧，但来听到讲不得有误，就是袂当去会误着。带大家做伙来了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得人听，嘛有人讲是得人惜，就是互人足介意。第二个词读做万不得已，代表比不得已佫较不得已，就是高不中、无淡化、高不离三种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这个囡仔真得人听，嘛真捌代志，若毋是万不得已，伊袂凊彩开喙叫人甲伊斗相共。看伊遮认真，实在互人看了到底，感觉足毋甘。今仔日了解这一日读做得，这是背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得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